好了，公主你就饶了我，你别笑了，这笑的都够15个人看半个月了。你快看看吧，要不然今天选址的事又搁浅了。赶紧吧，看看怎么样？哎，那个程老头说的话，你真相信啊？我信吧，人都说到这份上了。哎，其实就算程老爷爷他直接提出来，我也没法拒绝。你信才怪呢。算了，换个地儿说话吧。这里风景不错吧？喜欢吗？喜欢的不想说话。不想说话，那就唱首歌吧，会吗？你若会唱，就唱一首吧。反正也没有外人，我不笑话你。你笑不笑话也无所谓。到这儿来，无非就是想吼两嗓子，好不好听的先不说，就想发泄一下。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？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回去的路有些黑暗，不想让你一个人走。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，不能分担你的忧愁。未来的路有些坎坷，就把遗憾放在心中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。你的美丽让你带走，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，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？怎么了？还掉俩眼泪？我看看。你今年多大了？毛头小子勾引老寡妇是不是？看来这流行歌曲还挺有杀伤力的，就连唐朝寡妇都受不了。我也就是随便唱唱，哪里有勾引啊？笑什么？笑寡妇发春啊？把我弄成这个模样，你就开心了是不是？我可从来没有考虑过你是不是寡妇，我是真心对你有好感，真的，一点都骗不了自己。你呢？我怎么觉得你心里倒是庆幸我这个寡妇身份？我要是姑娘家，你敢这样吗？要是缠上了，看你说话还能说得这么气场，还是寡妇好啊，占完便宜扭身就走，多稳妥。哎，你这人怎么一点都不讲良心呢？我要是想占你便宜，我不早就跟你那啥了，还磨蹭什么呀？一点都不知好歹。要不怎么说你傻呢？早早占了便宜，早早了断，拖到现在，怕是占了便宜心里也割舍不下了。我也真是的，让你个唱小曲的弄得五迷三道的，守了这么多年，被你个毛头小子了不成这样。你可真是害人害己。不管，先前咱们俩的约定都不许变。咱们今天到这儿到底干嘛来了？哎呦，你放心吧，误不了事儿。再说了，你今天来无非也不就是想见见我吗？你都不带工匠，画什么地皮呀？那你不会画吗？说的头头是道，莫不是都骗人的吧？还是带个工匠来看看比较好嘛。再怎么说，人家也比我有经验多了。建作坊这么大个事儿，多个人，多份意见，多份保险啊。也是，你才多大？
长得一点都不招人疼，骗女人倒是再好。也好，把话说出来，心里就舒服多了。时候还早，去你家吧，还能录些东西。你那2位夫人也快回来了吧？总不能让我的随从在你府上等着着急。哎呀！我要去方便一下。哎呀，哎，你这个今天一路奔波，我跟公主2人都累坏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夫人今天想必也很辛苦吧？不如先回去歇息，我跟公主再商议一下造纸的事情。今日选址可顺利？还好啊。德昭兄的事情呢？别提了，我今天又收了一个学生。啊？先不说这个了，我先跟公主说了一下正事啊。稍后为您奉上点心。我一直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你看啊，这文章满篇满幅的，也没有个断句，看起来很不方便啊。断句？你看啊，在这儿画一个这样的符号，这个符号的意思就是说这句话还没说完，先断一下。再看这个，在这儿再画上这样一个符号，也就是代表这一句话已经说完了。再往后面说呢，就是另一件事了。此事甚好，快与我仔细说说，到底还有多少种符号？来，你先坐下。来，跟你说，哎呦，夫人，您找我。钱管家，让厨房准备些小点，送去书房，给公主和侯爷垫垫肚子。哎，小侯爷说今日又收了一个学生，可是德昭兄。是。晚饭准备的丰富一些，兰陵公主可能会留下来吃晚饭。这大唐的皇族嘴刁着呢，咱可不能丢了侯爷府的脸。是。臭死了，怎么回事？跟这些欧烂的竹子，还有那些纸浆水打交道，本来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，不但臭，而且还非常刺眼睛啊！我的眼睛啊！想来我就心酸啊！你说那些读书人，有几个知道他们每天用的那些纸张，都是出自这些大字不识的汉子，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。从明日起，造纸坊的所有工人放大假，你和几位骨干一起进行改革实验。工作这方面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们都很有信心，这个成功指日可待啊。那便好。稍后你做什么？我还有足球赛的事啊，还有那个花露水那个作坊，哎呀，都等着我去忙呢，真的。夫君，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吃了吗？吃了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这样？哎呀，这个兰陵公主啊，天天在造纸作坊对我进行脑力压榨，还有马上就要举行那个4家足球邀请赛，还有花露水作坊的事儿。哎呀，真是忙得我。夫君，我是日夜操劳，腰酸背疼，口干舌燥，两眼发直，伴有老年性痴呆提前发作的前兆啊！造纸作坊那边顺不顺利啊？还好啊，幸亏兰陵公主听我的，还找了几个有经验的监工来帮忙，帮我分担了不少事儿。哦，那夫君不要烦恼，所谓万事开头难嘛。哎呀，过几天这个足球又要开赛了，这一屁股事儿都还没弄完呢。哎，这些都不说了，最烦心的是我教那俩学生，秦玉还行，这个程初我真是拿他没办法，跟他说话就像春风灌驴耳似的。你说打他吧，他不疼；骂他，他又不理你；把他说急了吧，他还要还手。啊！我真是怕的都归西了。夫君，
君可别乱说话，大不了咱不教他了。哎，好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最近太忙，冷落了你跟二女，你们俩别见怪啊。知道夫君在外辛苦，我们怎么会有怨言呢？今天难得空闲，不如让我先小小的补偿夫人一下。老夫老妻了还害羞？哎呀，夫君，哎呀！今天放你们俩大假，随我去兰陵的府上看一下造纸作坊啊，也学习一下你们平时用的那些纸张是怎么制造出来的，学问很多呀。好啊，不去，造个纸有什么好看的？要是去兰陵公主的园子里边去玩玩嘛，不行，不去我就去你家访。我跟程爷爷好好商量一下，怎么促进你学业进步的方法。去，都去，不去你就家访，你还不如一斧子劈死我得了，不带怎么欺负人。好啊，好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公主，我们来晚了。公主，无妨，介绍一下，这是工部的官员李氏，听说了造纸坊改良的工艺后，特地来参观的。久闻王修、王子豪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非泛泛之辈啊！哪里？呀！小侯爷，各位都来了。哦，来了。任叔宝，怎么样了？有盼头，比朱子劲道多了。成不成啊？只能看做出来的情形了。哦，那这样，你多拿一些来，在木板上晾干。各种办法我们都试试，好吧？哎，我这就去。哎，程兄，麻烦你俩到里边拿2张椅子出来，我们就在外面坐吧，里边味儿太大。啊，行，也不方便，是吧？好了。看子豪从容淡定之势，想必已成竹在胸了吧？哎，装的。别被他外表骗了，一肚子坏主意。公主过奖了呀。成了！子豪，谢谢你，还有各位师傅。不敢，兰陵在这里谢谢大家。不敢，谢谢你们为我大唐立下的不世功勋。你就别客气了。哎，任师傅，你这味儿不对啊。小侯爷，现在怎么办？你把各种纸都拿出来，我们一会儿评判一下，最后选出一种最好的，咱们准备开工。哎，好，我这就去。子豪，这不好吃啊！你糟蹋东西。你，我靠，终于可以用上符合标准的手指了。子豪兄，你在这儿独自乐什么呢？你说出来，大家分享一下嘛。就是。你们先乐着，我先去喝一泡。我们乐了吗？哎，这几个人呢？我让他们各自去忙了。任师傅，一会儿把这种也加进去啊。哎，好嘞，好。为什么要加这个进去啊？依我看，这种纸过于柔软，根本不适合书写用。摸摸，怎么样？摸着倒是挺舒服的，软软的。可是纸是用来书写用的，光摸着软，这个理由怕是不太充分吧？谁也不能每天买了纸回家摸着玩。去。王草，你斯文败类！
给我来碗凉粉。哎呦，小侯爷，哎呀，小侯爷也来我这儿吃凉粉了啊！哎，好嘞好嘞，稍等啊，稍等。有多少人想梦回唐朝？可这可不是一般人都能有的福分。老子今天就要亲自感受一下大唐的生活。小侯爷，您看这附近这么多好吃的，您还需要吃点什么？我去给你买去。是啊，再吃点啥呢？那就再来一碗凉粉吧。再来一碗凉粉。对。好嘞。瞧这冻的，小蝶，去拿个炭盆过来。是夫人。来，你坐。老爷呢？出去了，说是很久没逛长安的大街，我看是逛得入了迷，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吧？夫人，老爷都找不到路了，你还这么沉稳？傻丫头，他堂堂一侯爷，还真弄丢了呀？也是，夫人，老四跟您的性格差得10万8千里呢。他欺负你了？欺负我倒没有，但是他对工匠可凶了，大家都怕他。工匠啊，那凶就凶吧。来了，客官，随便挑点。哎，这个怎么卖的？哦，这个卖不了，全京城都缺货，这是样品。那预定呢？你们这儿能预定吗？别的东西都好说，就这东西真不好定。收了你的钱，出不了货，那可是杂志的招牌。这么厉害啊，定都定不到。产量啊，得等大作坊投产，这可都是钱呐，不能耽搁。要不你挑点别的吧？好，我看看。哎，登陆！哎，客官要登陆！哎，你是过还是不过呀？子豪兄，好久不见，幸会啊！幸会，你是？子豪兄，是张胜、张守义呀！你原来的邻居，又把我给忘了啊！哎呀，你看我这记性，哎呀，守义兄啊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可好啊？还好。子豪兄有时间吗？到我店铺里坐一会儿，正好小弟有点事儿想跟你聊聊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一言难尽呐，走。造纸术成功了，王子豪立下了旷世奇功，屌丝一跃成为世界级科技进步奖的获得者。而且他们家还有了门市，下一集里他们家将为门市取名。王子豪和兰陵公主的地下情终于被陈雪影发现了。啊什么啊？什么都瞒着妾身，只怕公主的心里都比妾身清楚吧。